重要的港口绝对有一间妈祖经。这是古早的，哦，这是古早的。哇！原兄你讲这大2休啦。哦，一心2休，坐180度了。我即马徛的所在是淡水河甲海的接口。几6000年前呢，大本溪的先民甲马手仔来汉人，拢是伫即个所在上岸。啊，台北盆地文化呢，嘛是为遮开始传出去。咱即届呢，就要为淡水河口入面来找找八里甲淡水之间的双城故事。淡水河对中央山脉流落来，经过158公里了后，伫咧八里甲淡水这个所在流入去台湾海峡。淡水河沿路加落来的土沙，互出海口两边环的八里甲淡水土马加真有肥。同早呢，大家伫咧6、7千年之前，就看过伫遮徛起生活的大本溪人。400年前，中国人甲西班牙人开始来到台湾生探。淡水河口呢，也是因上陆其中一个好所在。啊，中国人呢，伫遮要找找因新的生活。西班牙人嘛对遮出发，开始要征服台湾。老师，啊，咱知影讲吼，伫咧清朝的时阵，伫咧即个八里遮，甲即个福州的五虎门遐是咧对渡的。咱人讲的即个八里云港，唔知影讲敢是有影是伫咧咱即马徛的即个八里的渡船头即个所在。其实我最近有搁摕一张地图，就是差不多光绪10年的地图。你若看迄张地图，你就能做清楚看起来。八里粉当然就是伫这个淡水河口的南岸这个所在。咱嘛听过一种讲法，就是讲伫咧13行博物馆遐，嘛有一个训堂口，伫咧清朝的时阵，啊嘛是一个港口。迄敢是人讲的这种文口甲武口的概念。因为八里粉到尾变成正口了后伊就会识文口佮武口。伫台湾，佮是福建省的台湾府的时阵，台湾是无海关的，海关伫厦门，所以伫台湾敢若收的就是出口的口费，无进口，无去进口的税。所以当然是这文口佮武口，你收的就是武口会收武口费，文口会收文口费。当时的清朝规定，会当甲中国对渡的港口，拢爱设2款的检查站。扣2款税，一款呢是迄当时的台湾岛政府伫咧收的，叫做文口；另外一款呢是点伫咧淡水的水师军人伫咧扣的，讲叫做武口。一只船哦，若想要伫咧淡水上岸，但先爱经过文口的官员查验名单甲货品。搁另外呢，水师的军人有当中哦，嘛去咧船顶检查，2头哦拢爱纳税金。这是台湾上较早的海关甲移民局。虽然现主是咱卡徛的一片所在，敢若剩一片海山尔。若无讲起我真歹料想讲，当时这是台湾其中一搭上界重要的港口呢。渡船头还是会伫这个所在，为什么呢？因为咱看马祖经伫倒。这嘛是清朝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重要的港口绝对有一间妈祖经。妈祖经伊向倒一个，遐就是港口。对，就是渡船头。17世纪初期，西班牙人甲荷兰人拢甲淡水河口的北边花，嘛就是咱即马咧讲的淡水，当作是无一个根据点。毋过因为中国人嘛想要伫咧淡水做生意。但是淡水已经互红毛给占去所以因只好选择南华的八里。毋才伫咧1788年，八里粉正式来正做甲中国对渡的正口。其实咱来去看历史，咱嘛知影，其实康熙57年的时阵，清朝的政府嘛是伫
北岸起即个伊的军事的据点伫遐。啊，是安怎会走来遮呢？这就是伫差不多康熙的后壁，尤其是雍正的时阵吼，八里粉遮的港口的条件其实足好，船仔来到遮其实足方便。台湾的开垦主要是对府城、台南府城遐开始。啊，北平遮的港口是袂使跟中国直接来，伊一定要对得来，也对府城来。啊，对府城来，安怎行？一定行海岸。啊，海岸来的第一个港口倒来一个，其实就是八里粉，伊来遮更较方便。若是清朝看到八里粉的利便，其实伫咧6、7千年前，伫咧八里这片海口地，就已经有人类踮遮咧徛起咯。因互现代专家称呼做大本溪文化人。江哥，所以咱即马行即搭位啊，就是人讲大本溪，就是伫遮。就是固定的大本溪遗址、考古遗址，就是这个所在。哦，这个所在。啊，那是哪会号做大本溪？因为我看网络顶悬写讲“本”这个字是沙土的意思嘛。啊，遮位啊有一个溪吗？还是讲？这真正有一个所在叫大本溪，就是这个遗址的西边遐一个山沟，就叫大本溪。啊，但是这个名是安怎来？足侪讲法嘛，有人讲是平埔族凯达格兰的话去翻的，就甲13项共款。13项嘛有人讲是13间商行，啊嘛有人讲就是原住民的话，所以即马佫无确定，干来当以后看卖尔。可能是原住民遐来，啊嘛有可能是啊，遐位啊有一个所在叫做大本溪。对。啊，遐就较早的出海口嘛。就你即马看即马海岸离咱即马徛的所在，佫有几多公里嘛？啊，但是伫5000年前啊，你即马看到迄间新的厝，啊，佫有一寡车在走，迄台15线，迄就是5000年前的海岸。哦，你讲即马就挖咱遮即条路。所以大本溪文化的祖先，因按中国大陆迄福建啊，还是广东来的时阵，伊的船啊，就会当停在这山骹，都直接起来。早前，咱拢掠准讲汉人渡海来到遮，台湾才有开始开垦。啊，毋过大本溪考古遗址出土，改变了咱的看法。300-400年前，咱的车路还未利便的时阵，迄当时的淡水河就已经是为八里去到台北盆地一条海洋高速公路啊。就是像你头拄讲，大本溪是伫咧足深的所在，所以迄阵会当发现讲，哦，关顶嘛有看到一种迄阵的粗废片嘛是足无简单的。较表面就是较后来，就是新石器时代较晚期的。你像即马你树根拢走出来，代表讲伊较早是咧土面下骹嘛，啊土面下骹就是因开路去用骨雕，所以文化站就走出来。所以你在这个土面，你就会当捡一寡废啊片，像这，对，较后来圆山文化。你讲这就是？对，伊就素面的即款。我看你这拢烧香啊，这嘛是吗？这可能是较后来的。但是这烧香你安怎判断？就是古早因的烧这温度较低，可能无超过1000度，所以摸起来就软。哦。啊，伊的形的骹迄个无一定。是哦。像这种是啊，这种素面的吼，像大本溪伊的表面有沙仔纹，但是到圆山文化的时阵，就较素面，就是无遐花蛇花草。是。嘿。所以咧大本溪遗址的即个路边，你可能拢会当看到一寡迄个灰啊，但是这是较挖圆山文化的，就是较后面的，就较挖地面。啊，大本溪文化可能就爱较深、较下骹。咱会当看到，对大本溪遗迹掘出来的文物，有足侪粗灰啊，啊顶头呢有足特别的沙花，啊另外嘛有用人工特别拆出来石头器具，哇！可见讲迄当时的大本溪文化人的工艺技术，确实是袂歹呢。像我即马手中提这就是大本溪文化，就是较下层。这就是大本溪。迄时阵是迄个罗大河以后去抢出来的。你会看到这个沙仔纹，有无？伊的特色就是粗沙仔纹。是啊，而且表面无讲介油，粗啊，佫足厚的。是。迄烧这温度差不多500-600度尔。啊，但是迄阵的人知影讲安怎做粗灰，其实嘛是已经足厉害。足厉害的。啊，新石器甲旧石器的无共，就是新石器伊的石器有磨过。这是啥物？写糋的迄个糋头。哦，你讲
下钱的迄个镜头。对，你看，这拍拉得用的，而且这个空吼，哇，挖甲足油的。真足水的是。我是感觉足神奇的，就是为什么5000年前以来，大家人登陆台湾拢会选这个所在。大本坑文化的人嘛会伫遮登陆，圆山文化、大部分文化，甲后来河洛人客人，大家拢选这个所在，代表讲这个所在真正是足好生活。尤其是淡水河，你会当驶船驶到足内底，就属境的人伊会当沿这条河入去圆山啊、旗山迄个所在。啊，河洛人来。伊嘛会当入去干道啊，去艋舺大稻埕遐做生意，所以这是一个讲较早讲兵家必争之地。淡水河会当讲是台北的母亲，伊毋但应付和中国对华的贸易，嘛支持台湾岛内的交通，尤其佫提供迄当时住伫咧台北盆地遐的老百姓生活种种的需要。无掠着咱已经放袂记啊！但是淡水河所表现的时代意义，永远都无法度来抹消。这个灵条，甲台湾同早期的足侪建筑，拢是用石头做的。石头呢，嘛是迄阵的台湾上主要的建筑材料其中之一。但是为清朝来的青头石加花岗石，拢会坐船来，足开时间的，所以常常拢会无够用。伫咧八里出产的这个观音山石，因为品质好，就真做一个真好的替代品。这个石头开采了后，就沿着淡水河送到台湾别个所在。老师，就是我唔知影，就是讲观音山石这个名是讲，是一种石头的种类，还是讲为观音山出产的石头，拢号做观音山石？应该来讲吼，是咱只为观音山出产的石头。若要讲种类的，伊是算安山岩。你知影火山喷出来的石头有3种嘛？安山岩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嘛是用观音山石来起的嘛？是啊。其实咱若去到一个所在，看到足侪石头厝你就会去想到讲，是毋是这边遮有出产石头？问题是伊无一定拢是观音山石。因为咱这边遮观音山有出安山岩出石头，会当起厝，所以这边遮贴起来的厝拢是在地的利用，伊就是取迄边的石头来贴来起安尼。八里的观音山石，伫咧台湾哇，也捌真请呀，真侪重要的建筑，好野人的厝拢用得到。300年前为着要追求更较好的生活，中国移民迁徙来到遮，按八里彰化的先民。就用本地观音山石来起厝，甚至呢，这代观音山石嘛捌送到家人，和西班牙人来起城。虽然现代已经无人辛苦咧拍石也毋过，迄当时为着要拍石这项工课，大家带做伙汇集起来拍石船，到即马，还阁有民众阁咧传承拍石这项工艺哦。迄当阵差不多30岁的人徛咧遮。迄当阵因就讲，因为因要去拍石，为这边遮起哩就到位啊。所以查甫人踮咧石场拍石。查某人咧创啥？伊就是甲查甫人拍转来迄粗皮啊，摕转来遮甲磨平，甲较起角着。迄足重的呢。系啊，因拢就采用古早人拢就耐操的。上趣味是咱囡仔，因为迄当阵咧囡仔读到国小就免读啦。所以因无代志，就拢去走去山边，看人拍石点仔甲因耍，点仔哪看哪学，所以咱这边的人真侪人自细汉就有接触上重要的是因为着要趁咱山钱因拢点仔卖鸡仔饼，要互大人对吧？是啊，所以迄当阵你会想到这边应该是种足闹热的现象，对啊。虽然讲现主时的八里已经无人咧拍石也毋过几百年前的拍石场还阁还在。即马我着要来去找找捌见证过八里港有偌车样的百年拍石场。哇！原来你讲这搭拢是你的哦？是啊，较早拢伫遮拍石。较早拢遮拍。哇，很壮观呢！就真水啊！系啊，规面拢是啊，规面啊。
拢总含阮啊规个10架，啊，阮个5架。啊，恁爸爸进前嘛咧做一无，伊正年你买干嘛做生意，啊，趁了才买即块啊。电我56年哦，迄阵人逐个去拍照啦，啊，我是讲大只有啊，啊有才落拍。大家拢咧拍啊！我有一块山来看卖者。对，意思就是哦，啊，比较幸运呢。敢要安尼讲？一家囝摕几亿啦。是哦。啊，5、6个兄弟啊，拢咧拍照啊。捌你的拍照，毋是干那对杨老板拍照迄个年代才开始的。其实吼，咱若对考古者的文物，就会当推断讲，6、7千年前。踮伫捌你即带的大本溪文化人，就已经会晓用观音山石来做咱普通时咧用的石头器具啊。一直到清朝呢，就有愈来愈侪人来开采石头，应付普通时的生活。搁来到国民政府，甚至使大台怪手来做大规模的开采。总是来到80年代，捌你就渐渐无人搁伫咧拍照咯。哇！啊，大哥，啊，你较早讲拍照拢安怎拍？拍照就用这针啊拍，拍若要拍照吼，爱看迄个云啦，迄有云啦，爱云对迄云拍开开，啊再用迄掠去吼，豆啊称，整个变落来安尼，拍什么寸条再砍出什么寸条落拍安尼。笋是倒一种？啊，就即笋啊，手臂咯。啊！再开空，还是这块是简单的，我试看卖。袂个。他讲袂，会危险。你拣一个简单的，互我试看卖。这个哦，这个阮6个。无要紧，这我嘛摕。听尤老板咧讲哦，是3、2句，拍起来后才知影全功夫。敢若用一支推啊，甲一支插啊，拍出来石头，形体爱正，寸笑爱对，搁爱拍甲白，拍甲水，哇，有影毋是一项简单的工课呢。可比讲石某拍开啊，啊用掠去拄啊到崩的时，要并落来时阵，发觉闪哦，就老要淋落来哦，安尼。是因为讲这是足危险的啊！头拄啊看你咧讲这，无拄好就讲着手咧。啊，当然是无拄好讲着手的，讲怪是好啊啦。啊，你敢有讲着手过无？啊，你敢有讲着手过？有啊，我即下讲啊，断逼去落来，这个无久啦。这规个拢变形啊呢！啊，就离到遮无看，才剩一丝仔囝条条的尔，啊，搁啊扣的。讲入去哦。啊，走淡水路途规啊天啊，天啊，骨这个能骨来扭起来啊。变做无。啊，这个无骨啦，这个无骨啦，无骨啦啦。拍照吼，虽然讲是危险佮辛苦，也毋过吼观音山石伫咧当当时，确实是台湾北部最重要的建材。伫咧清朝的时阵，庙宇的壁面吼爱雕刻。土面嘛爱铺，龙条呢搁爱裁，啊有的人是用按中国进口的青豆石，啊有的人呢是直接采用捌你在地的观音山石。啊，一直到民国34年，中国的石材禁止进口了后，观音山石才开始变做台湾建筑甲石雕上重要的材料。但是迄阵你讲安怎运落山？迄阵就用迄木车拖叉就安尼上开上车啊，举起来啊，举起来就头只长啊。石头放伫个悬顶。哈，放喺悬顶啊，人带这支你丢啊。一直啊，对啊，安尼啊，头到到下骹大路的啊。啊，但是为下骹了是用车咧载，还是用船咧载？用车啦。哦，但是以早伫咧清朝的时阵，应该是清朝是时代是用船啦，跟啊钢筋啊大船头去啦。所以迄当中有一个名叫做36人扛，36人扛。嘿啊，36人扛，迄零条你迄零条水机啊啦，迄水机啊扛过。36人，敢若会当扛细机啊。哈啦。100几年前哦。淡水河流过的两边花，就是台北上界闹热的范围。南到新庄、大稻埕、艋舺，拢总是
货品重要的转运站。东怀化的观音山石，迄阵就用水路运去甲有用道的所在。远者有会载去甲家人的和平岛，近者就是送去甲对面的淡水，啊若无就是顺淡水河去到迄阵哪来哪闹这个新庄、大稻埕、甲艋舺。伫咧清朝的道光年间，8里分花边的土沙愈卡愈高，大细只船嘛愈来愈歹换花。这当阵淡水嘛因为天顶条约正式开放港口，船只呢开始来到这靠岸，货物嘛挺好顺淡水河，再去甲新庄、大稻埕，搁有艋舺。一日一日，淡水就来变做是迄当时台湾北部上大的物资转运站。啊，这个时阵呢，嘛愈来愈侪外国人开始伫咧淡水徛起咯。老师，迄阵淡水开始开港了，商业愈来愈好，人嘛愈来愈侪。想讲即马看到遮个仓库，敢是为迄阵就留落来？对，迄阵100几年前，因为咱淡水开关了后，就开始有洋行的仓库入来。这间算讲是迄种上重要的迄个地行，影响的地行个家事洋行。咱们遮设这个仓库开港了后，就有足出名就叫做陶德。这陶德当面1865年的时阵，为福建奉派来台湾调查，讲，咱台湾是哪外销的第一名上路。顺续讲，上路了后，这山地佫有啥物物件？佫淡水。就讲伊个所在，佫有迄个山顶的茶，这茶品质无啥好啊。淡水遮敢有茶？无听过呢。哇，你都唔知影，淡水以前在清朝初的时阵，就进口茶入来，但是这茶因为无讲究品质，是头头入来讲，这茶种的品质上重要，所以伊就为了福建的迄个安溪，从迄个好的迄个。地苗得做改良，引进了安溪福州的师傅。在台湾气候无一定会下，所以讲个乌龙茶在台湾不断的在变化。淡水所说特殊，这乌龙茶内底会传来种内底有一种淡水青心。这淡水青心来讲，乌龙茶咱要适应咱淡水的气候。这个陶德本地来到台湾是要来做樟脑的生意，煞唔知呢。竟然伫咧淡水种出好茶，伊嘛开始贷款予农民，鼓励大家做伙来种茶。刷落去，伊才甲伫咧淡水生产的茶叶运去甲大稻埕加工，才搁再为淡水港销出口。独伫咧1869年，陶德就甲台湾2000几吨的乌龙茶外销去甲美国的纽约。迄当时伊甲这款茶号做 Formosa Tea。就是像老师讲的，迄阵遮有名的淡水青心，即马哪会拢煞拢无去啊？淡水青心就讲适合的气候，就讲迄阵咱们民国50年代到60年代开始就讲茶用人工足多，所以人工贵的时阵做茶出来成本比人工加起啊，所以足多人都无啥物种。不过迄阵咱淡水3支，大概2000甲土地你种淡水青心呢，即马。从无偌多呢，但是咱潘市里的王里长，伊特别将青心留落来。互人料想袂到的虽然淡水的茶叶北世界出名，总是到当150吨啊。本来种甲规山坡满满是的淡水青心，即马嘛敢若剩里长特别保留的这几丛尔。里长，你好，我姚人欢迎啦。遮拢是茶树哦。对啊。哇，我第一届挽茶呢。对啊，我手挽的就要功夫啦，这就一心两休啦吼。一心两休。毋通挽伤长，这个骨骨尽量挽到我腰边倒啊，那就好。里长，我听讲即马恁遮阁有剩较早留落来老茶树淡水青心的，敢有影？有啦，无几丛啊啦，迄算讲我搁种地定种的时阵算无白掉的啦。你讲较早
这山坡地全部拢是淡水深深，啊，敢若留一两丛尔。敢若几丛啊，3、4丛啊，敢看得到？会啊会啊。照李长所讲的吼，迄阵的淡水清心茶，毋敢若互头道趁到遮侪钱，甚至吼，伊嘛互人号做台湾乌龙茶之父，嘛互搁较侪外国人知影 Formosa 伫咧倒位。淡水清心茶的成功，带动规台湾茶叶的潮流，嘛互淡水即个小庄头愈来愈国际化。这几丛啊吼，哦，你讲这丛就是？这丛嘛是，顶啊这丛嘛是，这拢有超过70年以上啊。对呢，咱看普通的地树拢是 AA 吼，AA 啊有加过。啊，这就是古早的淡水青心啦。这叶啊吼，顶面较乌金啦，啊伊这叶啊的厚度嘛较高。古早有人讲乌叶青心嘛。哦，迄青心，嘛较甜吼。啊嘛较甜，啊伊嘛较高，啊伊产量嘛较好。啊，古早人讲有一个淡水的海味啦，口味很特别啦。迄阵淡水即大家拢种即对，种。淡水以前拢淡水青心，拢改良场的来的啉，拢淡水青心别位无呢，敢若咱淡水有尔。淡水深深伫咧上青叶的时阵，大概是啥物状况？就是讲上青叶老民国50年至70年，这中间。是较早阮咧做茶就是拢销英国嘛有啦吼，啊摩洛哥、阿富汗、纽西兰足侪国家，非洲足侪国家嘛有，连美国嘛有卖呢。较早。是哦，你迄阵伫咧遮种茶的时阵，是挑工甲即个老茶树种伫咧遮，还是讲你安怎发现讲哦，遮有一丛？无，因为我咧开垦要种这树的时阵吼，我挑工留的啦，留几丛啊尔啦。哦，你讲较早规个山坡拢是规片拢是这。啥啦想要留起来，做一个纪念。做一个纪念啦，因为我咧对这茶有兴趣，我13岁开始做茶啊。天丁条约签落去了后，淡水对本地一个小庄头变做是一个国际大港口，商业的地位嘛哪来哪重要，也引起世界真侪人行脚到，尤其就是传教士。老师，咱知影讲，伫咧迄阵天顶条约了后，规个淡水成做一个国际的商港，迄阵就足侪西方的文化会为淡水传入来台湾。马街博士嘛是迄阵入来台湾，是我最好现的就是讲，是安怎有遮尔大的使命感，互遮的传教士会当远渡重洋来到咱台湾。迄阵啊，传教士拢是保有一个使命，就讲要将迄个西方的文化。西方的迄个基督教精神脱来，是一个新的天地。伊认为讲，伊西方的伊要救即寡落伍啊，即寡迄个文明无够的人，佮利用这个做生意佮传教的机会，互因有提升的机会。老师，但是我大概来淡水拢会看到即个马街的像，讲遮是伊上岸的所在。但是迄阵天顶条约开港，哪开淡水一个港尔，是安怎马街爱经淡水一个港？迄阵啊，伊是先去台南府城。因为台南府城已经有传教士伫啊，所以讲伊大家讲，北部无人，所以咱马干话讲，我来北部看卖。1872年3月初9日坐一条叫做海龙号，迄条347栋的船，就为淡水河口入来的时阵，伊看到讲哇，后壁迄大屯山看来迄个美景，感觉足受感动的，讲这就是我要选的所在。所以讲伊登陆了后，就咱们遮归来讲。这地就是我要来奉献的所在。马街博士打来到淡水的时阵，连一个大的所在拢无，传教的过程嘛足无顺序的。但是马手头德就来甲伊帮助、甲鼓励。伊家己嘛知影讲，来到台湾言语未通，但是真正想要传教，就一定要会晓讲台语。所以伊就开始足骨力咧学台湾话，嘛开始出门四界行搭，运用家己医疗的专业，替有需要的人诊断。过无偌久伊就渐渐得到北海花这搭老百姓的信任就是头前我有看到就遮相片迄张就是最有名的一张相片，讲马街来淡水遮
帮民众挽喙齿，吼，就这条。对啊，所以迄阵因为马街咱们美国甲英国受神学院训练的时阵，伊一方面就吸收迄个西方的一寡知识，尤其咱对生物学还是医疗的事业吼，伊都是真的。啊，所以感觉讲，咱们传的时阵吼，透过医疗这种免讲传教的这寡迄个教义的迄个宣传，用这服务力，啊，就在争取这寡民众的迄个支持，讲，我带给你新的西方的这医疗的技术、医疗的迄个药方，啊，就好解决你的病苦啦。无一开始人要安怎爱甲你相信，对不？对对对，爱服务安尼。对对，伊强调来讲，将西方的医术带入咱北台湾。所以讲，伊的家医馆就是咱北台湾的西方医疗的中心。马街博士哦，唔单点伫咧遮替民众医疗诊断，落尾手清朝甲法国伫淡水咧起战争的时阵，伊嘛赶紧成立医护所。战争经过了后，台湾巡捕劳民团对伊的贡献哦，哇，就特别真好咯。啊嘛，因为马街博士哦认真的态度，互淡水遮的居民渐渐接受伊所宣扬的基督教，而且吼嘛，互迄阵做伙竞争的天主教。嘛来到淡水定根路途，开始开花咯。哇，淡水伫咧迄阵有影是一个足厉害的所在，就是讲宗教甲宗教之间吼，有时阵会因为即个观念无合，啊，伫咧同一个地方要斗阵做伙，其实是无啥简单的代志。啊，但是迄阵的淡水哪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搁有道教，啊是安怎淡水遮尔厉害，有遮尔悬的即个包容性，会当大家拢和平斗阵。哦，淡水自古早以来就是一个外来移民入来所在，所以淡水人口本身等于200多年的发展历史的过程内底吼，无共款的人带来无共款的宗教信仰，啊，伊就甚至讲为原来故乡带来神都无共款，哦，像迄个客家人带来迄个电光火，闽南的迄个妈祖，来安徽带来迄个清水祖师，啊，等于开港了后。西方的宗教咱入来的时阵吼，有两个较重要的讲，基督的新教的长老教会甲天主教，啊，就是讲马街博士的传教是足重要的，讲踮咧，咱淡水内底包容性的讲，伊提供一寡善车囡仔，啊，伊讲一寡无知识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提升因的知识，提升因的物件，所以到尾还有很重要的讲，迄个牛津学堂。就讲，伊就将迄个西方文化透过牛津学堂传给伊个学生，学生透过这个学西方文化迄个技术，有当提供服务社会的机会，啊，所以提升伊个地位，所以伊传教愈来愈强。啊，我另外就讲马街，迄阵咱们传教时阵来拄到一个上重要对手。叫做天主教马街，我想看吧。对讲叫何安德神父。我这神父来讲看，两个跟马街讲话为零开始。所以两个会发展思想，在台湾的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迄个和平的竞争内底，两个最重要。就讲马街在多一个所在传教，啊，这何安德就第一去。啊，所以迄个所在，普通都是。有天主教堂，也有基督教堂。是哦，用寄生于和生量的感觉。对。啊，但是因安尼竞争嘛，吼，一个地方吼，愈来愈发展咯。对。哇！老师，我较早吼，拢伫即搭咧生活，啊，但是其实吼，经过老街遮拢足罕咧入来。啊，咱知影讲较早有妈祖庙的所在，拢是面对海港的即个位置，啊，伫遮敢是共款个？是，咱伫遮即个就是咱淡水上有名的妈祖庙嘛吼，啊，但是一般拢讲福佑宫啦，有一个讲。啊，伊其实伊的庙的门口古早其实就是挖船的所在，因为咱外口是迄个淡水河嘛。啊，所以就是伫即个所在挖船，啊，做钱的人拢伫遮。啊，因为祈求妈祖保庇，啊，所以尾就草伫1796年足早吼，就起即间庙，所以遮就变做咱淡水吼上老上重要的庙。所以只有所有的人若来淡水吼，拢一定会来遮啦。即便讲你无一定会来拜拜，才有经过庙口嘛，拢会拜祭。
为着要答谢妈祖婆真宝贝，较早时按中国晋江、南湾、惠湾这个地头搬山来到淡水的移民，大家就捡钱起一间妈祖庙，这也是河洛人伫咧淡水地上界重要的精神寄托。毋但讲有妈祖庙，淡水另外阁有3间最有名的大庙，嘛拢是无共族群的老百姓来到淡水的时阵，大家所起的。老师啊，咱知影讲伫咧淡水遮有人讲4大庙，4大古庙，迄是大概什么状况？第一就是咱有时爱讲淡水上界重要的4间大庙，第一就是咱即马一间后义宫，因为迄个妈祖是所有人拢会拜啦，所以有人讲台湾信什么教会使讲是信妈祖教，互迄个妈祖保庇嘛，所以上界大就第一个这个这其实足早在1796年就起的。第二个大庙就是咱即马伫即个淡水有一间叫做龙山寺，龙山寺伫迄个清水街迄个市场内底。伊差不多是伫158年就起的，年代嘛真久啊呢。是啊。因为迄是挖港口嘛，所以你看咱鹿港嘛龙山寺，艋舺嘛龙山寺，咱遮有龙山寺，所以伊嘛有迄港口的意思。第3间就是即个代表迄安溪人安氏啦，迄祖先为福建的安溪来，因会拜迄个清水祖师。咱一般会讲乌面祖师公啦，就迄清水祖师庙。所以共款咱淡水有嘛你看艋舺嘛有，咱较上迄个三角有嘛有祖师庙，这就才有第3。过来是有较一个迄个地方性的，就迄安溪迄个拜乌面祖师公的，还有做定公佛啦。伊迄是较特别咯，伊迄是迄个祖先为中国迄个西北边叫做汀州啦。汀州啊，台北有这汀州路，汀州遐迄个客人来，因为因是客人嘛，所以咱街仔遮大部分拢河洛人，所以因起的庙等于即个街仔较晚来，嘿啊，所以因就伫较外围遐起一个迄个银山寺踮伫淡水这片100几年的港口，进前退后，无共时间，有按无共地头来到位的人。伫咧遮咱听候找到咱安心徛起的所在。咱来到遮，嘛甲咱派来的神明找到一间厝，包含无共宗教伫咧即搭小小的角头定根，这就是淡水多元丰富的特色。淡水上有名就是马街嘛，马街传教足认真的，所以伊拄好开始嘛是无简单的。拄开始，我若台湾人，我想讲，阮一个讲话我拢听无的人，搁要带伊的心来，我都无相信。你讲这就是重点。是啊。因为你看咱伫拜拢会做一些妈祖的神嘛你去清水祖师的乌面祖师公，你去龙山寺的观音嘛你去定公分嘛，做一个乌面的神，具体的。对，因为你基督教、天主教虽然伊讲有拜玛利亚、拜耶稣，但是伊是无拜人像的。是。所以还有那个十字架呢。所以你台湾人，伊开始叫伊讲，你要来信教，甚至你要甲神明请掉呢。你嘛袂使去拜迄个祖先的神主牌就种会当拜十字架呢。是。所以其实拄开始台湾人讲安尼当会使。所以迄阵讲严重讲一句话呢，讲我袂使去信这种教，讲因这教做反啊教啦，西洋啦做反啊教，讲你若入教，讲你会死无人靠，就是讲到遮严重。对，就是讲你若去信教，你就等于你袂使拜神明，你连那祖先的迄个神主牌都袂使拜啊。就是甲祖先拢袂使，拢去等于皈依上帝啊。所以开始嘛无简单的，但是因为马街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我来到台湾了，会发讲，伊讲的话台湾人听无啊，所以就足拍拼去学台语啊，所以咱唔只有需要台语台啊，对，所以学台语伊6个月有法度甲人讲圣经呢，伊足厉害，伊会语言天才，伊也足拍拼，甚至伊为了要想讲要归忠心伫台湾嘛，咱嘛知影，所以伊尾也带台湾人做牵手嘛，带咱5个迄个张聪明啊，所以用台语来讲的时，咱唔就感觉较亲切啦。因为咱伫淡水嘛咱讲大港的台湾嘛因为咱知影即个是港口的所在，就本来就是迄做生意货物出入嘛，是。所以伫我港口的人伊只用迄样去看到一寡较新奇的物件啦，足侪拢咱讲的迄个进口品嘛。
啊嘛定定无共款的人出入入嘛，所以伫港口的人吼，其实咱讲起来就讲较海派、较开放啊，逐项拢好安尼。咱讲海派就是安尼嘛吼，毋是迄个四海帮的人吼，是咱较海派，所以伊较有法度去接受足侪无共的这个物件吼。总讲吼，这个面对海洋的港口，就拿一块海绵，一再吸收新的成分，甲无相共的主张。啊，毋则人讲吼，海洋国家的民族个性拢较乐观，生性嘛较开阔。淡水，这个面亚海的小砖头，行过无讲介长，但是足青影的时代。马树仔因为附近的大港口，互淡水煞来拾起过去北台湾第一大商港的地位。啊，毋过吼，伫咧淡水河顶头，还阁有一项本地渔民特殊的传统技术，悠然哦保留到即马。来，我用，因为这起啊就来，我说你。大哥啊，我看遮淡水的船拢有目睭呢。一个传统甲讲法就比如讲，你若喂目睭对无？掠口鱼啦。啊，因为咱这目睭有两款喂法，一款是咱正啊这边就是拢向下骹，向下骹伊就是拢去找鱼。啊，另外一款目睭向顶啊，就是去找路。为啥要喂安尼五色？吼，蓝的、青的、红的、白的、乌的，因为伊安尼就是人讲五鸟五色，就是敢若有一个灵性啦。啊，你坐遮就好，坐船头就好啊。哦，来掠粉桥啦，你毋捌看过毋捌？系啊。大哥讲，即支是掠粉桥的，这叫啥白啊？牛白。牛白，哦，牛白。伊讲好偌深，即支就偌长。大哥所讲的吼，即个粉桥，嘛有人讲吼，叫做蛤蟆。哇！我生甲较大汉哦，头一摆要去甲人学哦，毋是生伫咧窟仔内粉桥。啊，讲实在哦，早前的粉桥啊，拢嘛是野生的，上爱哦生摊伫咧浅海，阁有正水流入来的所在。啊，毋则人讲吼，白粉桥有影是淡水古早一项要紧的行业。因为哦，风台低无，啊有落雨无，所以咧较有这草啊，啊水嘛较正，啊所以。其实这粉桥你啊较正的时候，伊就米较深，咱就掠较袂着。听大哥讲哦，古早的淡水地，就人靠掠粉桥来过日子。尾手就是日本人发现讲哦，淡水河的这个水质真好，就适合养饲哦蛤蟆类的物产，而且会按日本炸蛤蟆仔来到淡水河口养饲，结果收成真好。淡水河嘛就安尼。成做台湾一大真重要的天然种苗场。大哥哥讲哦，早前便掠蛤蟆的这开若到，淡水河水边哦，哇，满世界拢看会到专工来掠蛤蟆的人，甚至哦，迄当阵，阁有人咧风声讲，淡水河的粉桥比石头阁较济，可见产量有偌惊人就好。到位啊吼，到位的时阵，咱对河的时阵，一定禁掉。哦，这个是咱的工具啦，桥白。啊，是安那爱遐尔长？因为有水嘛，有较深的啊，所以你伤过底掠袂着啊。这个嘛是咱观音山的哦，贵底啦，较伊的伊迄个丝吼较润，咱种迄个玉白落好啊对无？啊种这做做乌老人，啊，伊咱这群就是引领拢，咱这群无要弄引领啦。啊，这会当控制速度甲方向。还有你，顺顺啊放落地啊。啊，煮烧酒的，煮烧小酒的，细腻哦，达来。啊，咱阵你要安怎判断讲，船有行无行，咱就听德哥的声。吼，啊你听，即群就是拢无声音，表示讲咱无咧叮当。嘿，无声。啊，无咧叮当的时阵，因为表示讲哦，伊即个乌流人的乌，迄个乌流无够，所以咱阵就爱得调，即条副色的时阵爱得调暗。哦，调暗的时阵对无？你调愈暗的时阵，伊就走来中啊，愈正面咱愈大。啊，咱拄啊是伊边仔休困，
老头的时候，咱来吊喺边啊，啊，就老无够的时候，咱来吊喺正地方啊，互伊助力，了解。助力。所以讲，即马是规只船爱往环的，毋是讲直的行，爱环的行。咱这戏话是环的。哦，啊拖才会帮啊。对，啊，所以就咱落去行，你听，有一个刷的声音。有呢。啊，表示讲有呢。下底这个所在是沙底。啊，但是咱这个时阵速度上过紧的时候，咱就搁调较细。有影有咧。敢若油门的无，咱调较细。种声。就爱对水流的速度紧甲慢来调整鱼仔背要下到倒位。这也是淡水的渔民靠海食海的便巧。一支8-9公斤重的鱼仔背，等入去淡水河底，对着三板仔伫咧河面来去去。过无偌久，就听雨对水底拖出满满是的粉鱼啊！大哥佮甲我讲，5日节到中秋的这段期间，是淡水河的粉鱼上佳好食的时阵。等待过了白露这个节气，这代渔民就搁爱开始掠麻仔咯。暗遮的在庄有一句话讲：夏天白粉鱼，冬天雨麻仔，就是咧讲淡水河渔民的生活。踮伫遮三板仔若是往回八里，甲淡水上离边的市区，嘛是在地渔民讨食的碗口。像咱这个时阵要互蛤蟆入去咱的底仔的时阵咱连个扭起的时阵，白仔离土的时阵对无？你着爱豆豆洗180度，互伊的网地向水流向水流的方向，互我扭互你看。咱就咱的无扭起离土啊豆豆洗180度了后，豆豆扭起。哦。你来看有无？伊这个时阵安尼，物件就拢那个在地，伊个是脚架尔。啊，这个时阵你有听无？哦，有影有呢，哇！这是我扭的，顶啊是你的人生第一爬。第一爬的时候，互你扭。不了大粒呢。这个有搁大粒的，这是专等糖水的牛啊。为什么伊做粉牛？因为伊的表面足金骨的，敢若查某人抹粉有无？因为伊拢伫刷伫磨。哦，足重的呢，这个。超过啊！哎呦，超过了！哦，这就较无呢吼。因为这个，因为伊这有较无啊，所以拢好歹拢有啊。淡水河的粉鱼一年上济要出产甲几落百吨，当闹热的时有100多只船。同时间驶来只白粉鱼，总是现代少年家无爱做这道啊，老年的嘛渐渐退休。而且这项有100多年传统的渔业，到今只剩5-6只船在经营尔。这款渔法就是自较早的拢传到即群，这有几百年了。因为较早对阮来讲出来掠的时阵拢掠迄落足细粒仔的，这款的，佫有比这较细粒，袂去下港互因去饲。较大。这是就算栽啦吼。栽啊，牛仔栽。牛仔栽。像这款的来对无？这就是阮较早的蛋白质的来源。为啥？因为较细粒一寡，反而伊就是干要猪较大粒的。是。咱较早无通好食，较早无像这种较富裕哈，无什么麦当劳、肯德基遐的鸡腿啊，这就是做啥？做生的咸辣，食饭配这。你讲你细汉的时阵，甲阿公咧用这，你咧船顶拢咧做啥物工课？那佚佗，那景啊，嘛是爱斗景啊。像你拄啊，咱拄啊掠起的时阵对无？咱就要分班啊嘛。但是这班伊就是属于大粒的，这款的搁一班嘛，这一班嘛。你就分班头啊，分班头计数无共啊，有无？大哥英国伫咧他乡外里咧做头路。买手就是看到故乡淡水，虽然哪来哪闹热，也毋过众人拢无了解淡水伫咧台湾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伊会倒转来淡水河边，用伊自细汉就种熟悉的器具，要讲互更较侪人了解淡水古早的历史。
其实淡水河在阮的心目中，伊就敢若是中华的人的母亲啦、老母啦。因为好歹伊拢接受为啥的？大家拢好的歹的拢等互伊啊。怎啊人环保意识较好啊？所以咱讲，咱来做这个工课，头一个然后趁钱，第二个咱就是搭这个整理粪扫捡去。淡水河千百年来就安尼流落海底。伊捌看过6、7千年前大本溪文化人的生活，也捌看过法国人、荷兰人、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这，也捌看过马街博士踮伫这搭上岸，也捌看过河洛人、客家人、泉州人将因的信仰带来到这搭，了后嘛踮伫咧这搭生炭坐坐。伊看尽捌理淡水这片土地所发生每一站的历史，一言过一言，等待咱继续翻头查探，继续了解。一个文化常常拢是为一条河开始的。虽然自细汉伫咧淡水河边大汉，但是其实对淡水河一定拢无啥了解。虽然咱即马生活伫咧现代的社会，但是因为即届来到淡水河边，才发现讲淡水河互咱的力量一直拢无改变，嘛会变做一种新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这种声音就是足细微的，就是讲较紧的时阵就嚓就这种。即马是，你就感觉讲有伊的白啊，在白迄个下骹，迄个声为这支传到你的耳孔来。啥物意思？啥物石头拍咯？我常常听无。石头，你个人形啊，你个。你讲拍人形，你讲拍就是讲表现。拍人形嘅。